差不多抓个一个，这还没有。太烫了，手机都吃得关气几次。你又停了？我那个还可以，你那个我那个又停了。好的，大家觉得过不过瘾？不过瘾。我没有听到你们的尖叫声。啊，我们让各位老师们稍作休息啊，因为确实咱们再说哈。